今年的跨年上届期待就是101的宴会，这届宴会主题是希望之光台湾，16000发总共300秒的宴会，配着台湾保育类的动物石虎、台湾乌熊等等的动物，要互做伙跨年的游客留下精彩佮难忘的跨年暝。5、4、3、2、1。美丽宴会照光台北的夜空，每当的年底，这灿烂的宴会拢会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来跨年。2020新年宴会表演同款非常精彩，以希望之光台湾为主题，由古水的石虎开始，总长有300秒，加上台湾特有的保育类的动物，和跨年宴会嘛是留下感动，也会当看到不同的台湾，像石虎、绿蜥龟、台湾黑熊。传达台湾的自然之美。LED 灯全面升级，这风水风影也为只是提升，和动画更加清楚。若是安尼，因为安全的起见，使用单讲的烟火，一届只会当有一种的色水。伫透过台湾团队自行研发的新技术了后，今年烟火当一届都有3种的色水。头一次伫台北101呈现。烟火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你就会看到它会有3种颜色出来。通常你一个东西出来可能绿色，可是它这里会变成橘色的，变成蓝色。到时阵一定是闹热滚滚。若是无想要伫广场甲大家人客人，101头一次开放89楼的观景楼，甲88楼的座位区，你嘛会使啉一杯咖啡，用无同的时间欣赏新年宴会，迎接新的感动。